各位街坊，早晨，今日同大家睇睇週四美市嘅金市形勢，真係坐咗轉過山車。現貨黃金遭遇強勁沽壓，單日急挫咗80.31美元，跌幅1.94%，收市報4049.34美元，盤中仲一度跌穿4050美元關口。依家市場焦點全盯住4000美元大關嘅防守力。雖然話中東地緣局勢升級，美國考慮對伊朗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，但資金冇去買黃金避險，反而全部湧去美元，推高美元指數到101.43，再加上 WTI 原油飆破92美元，刺激通脹預期同美債息上升。仲有美國上週初請失業金人數意外跌到18.7萬人，勞動力市場咁強硬，搞到市場對聯儲局7月同9月嘅加息壓住急速升溫，持有無息資產嘅成本大增，夾到金價透唔到氣。提醒大家，短線要密切留意4000美元保唔保得住，市況波動咁大，大家入市千萬要嚴控倉位風險啊！溫馨提示，本內容純屬個人交流，唔構成投資建議，入市盈虧自己負責。